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透早3点外，新竹市一间便当店家事爆炸，隔壁饭店一对翁仔某因为厝放来地势，共有2个人重伤。受到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水洪特报，昨天花莲马滩溪失踪的工地主任平安找到人。菲律宾民达纳尔岛昨发生规模7.8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7个人，上百个人受伤，各有12个人失踪。来看今仔透早3点外，天还未光，伫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家事爆炸，毋但厝损害甲真严重哦，天地附近的汽机车嘛拢变形。边仔一间饭店一对翁仔某是互地气、互放气的厝地势，各有2个人受伤。透早3点外，大家也搁咧困，就伫这个时阵，雄雄发生大爆炸。拜里新竹市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发生瓦斯爆炸，那便当店内底物件全拢飞出去，根本不受到严重损害。连天地路边的坐台轿车甲奥多麦拢已经变形。上局接到通报了，赶紧到现场抢救。伫便当店甲隔壁卖芳的店内底，拢总救出4个人。不过芳店的翁仔某咧爆炸了，后壁倒地着，送医了都无救回来。我以为是打雷，咚一下，楼梯窗倾不倒嘛，倾不倒，然后我就起来，我以为说是，大家都以为是打雷啊。我听到一声巨响，我那边的监控那个就有在摇晃，后来出来查看的时候，才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现场其实爆炸的威力，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大哦，尤其整个墙，包括车子啊，什么都炸得满地面都是啦哦。那目前初步研判哦，应该是瓦斯的一个气爆。因为爆炸规模实在伤过大。到伫附近的邻家厝也受到严重损害，根据统计，拢总有8户，大约18个人受到影响。市府嘛赶紧甲受灾户安排大的所在。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察以及确认目前的一些疏散的状况。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根据初步了解，便当店内底除了有放瓦斯桶，也有天然瓦斯。事故原因，消防局目前也搁咧调查。这届瓦斯爆炸，拢总造成2个人往生，2个人受伤。所以新竹市府也派人协助检视厝的结构甲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关心，今仔开始受到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拢爱特别注意，可能会熊熊落大水雨。气象署嘛发布大水雨特报，尤其是高雄、屏东的山区可能会落超级大水雨。过到西半部的天气是真无稳定，大水雨嘛恐惊会造成灾情。来听气象署的说明。今天到明天清晨是一个降雨高峰。我们今天在西半部、东北部还有花东的山区都要留意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尤其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接近到局部的豪雨以上。而至于呢，在周三中南部、花东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我们这2天都要多加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影响。周四这一天锋面南移，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大雨的几率，不过其他各地的降雨有一些比较减缓的趋势。后续呢，我们也要留意下一波的热锋面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讲，会有连续2波的方面影响台湾，未来1礼拜拢有可能是落大雨，还是讲落大水雨，嘛可能会单位讲搁透风哦。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嘛专工去气象署来关心上新的预报，嘛拜托各地方的防灾单位都爱做好准备。来看，因为落大雨，今仔全台湾有6个县市、21个行政区宣布停班停课。高雄市南马社、桃园、甲山、六股、甲木林这5区，市政府昨下晡嘛已定成预防性的撤离，1900外的民众拢先选到安全的所在。六股是有18游客搁伫山区在撩客所以嘛爱因赶紧离开。公路局嘛针对山区的第20、27、29线等4个路段来封路管制。梅山林目前下很大，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里办公处。高
高雄桃园山区一透早雨就插落，因为气象署预估，这波方面加上西南气流，24点钟内可能会对高雄山区带来350毫米的雨水量。市府唔敢待机，那初八早就宣布山区拜二停班停课。下晡嘛，先针对桃园、木林、南马社的土石流警戒区做预防撤离。到初9早起，已经甲1904位的居民先送到安全的地点安置。你是洗肾的、生病的、没有药的。 可以现在下山，避免明天路土石流，没有路可以下山了。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因为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哦，所以我们料敌从宽。那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 因为惊山区落大雨，会出现崩山土石流，公路局嘛对山区的道路做预防性的封路，包括6区的第27线、南马社的第29线，也有第20线的宝来甲勤湖、龙总4的路段，伫咧初八暗时10点，拢已经封路管制。另外，6区分局去辖区巡逻时，伫咧美雅谷附近发现有18名游客，也搁伫咧攀岩撩客，也赶紧进行劝离，避免发生危险。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捐予配合安全撤离。 初9透早，高雄山区市区的雨拢是一阵一阵，雨势真大，不过落无久。因为惊下晡开始雨会变大，市长陈其迈嘛提醒，目前较大的方面也未正经入来到高雄，包括山区海边拢先歹去，民众要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 今日到华人的马太岸溪哦，总是落大水，河溪水嘛涨起来。一个做苏俊工程的工地主任，和大水冲走，今宵是透暝找人。今仔透早伫马太岸溪的水尾，听到伊喊救命，搜救人员是利用空气机来定位，伫透早4点外，马上甲人救起来，送病院治疗。骗人！加油，小邓！老板。 小邓！经过一暝搜救，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伫咧马太岸溪水尾瓦近阿杜木部落附近，有听到疑似喊救人的声。搜救人员随赶紧去现场，出动空气机，还有热显相机进行敲吹。他可能有看到无人机，他可能觉得被发现了，其实他也有做一些动作，他有给我们回应。那其实大家就还蛮觉得患者还活着。确认民众卡掉的位了后，救援人员随展开地面接近作业，不过河床内底拢是烂土，必须要利用船艇、索啊，还有人力接送的方式救援。最后，伫咧初9透早4点39分，才把人带离开危险的区域。刚开始我们就是请那个怪手司机看能不能下去，结果发现呢全部都是泥泞，大概下去就大概半台怪手会沉下去，所以他们几乎是用手脚并爬就爬到那边去之后，确定他有意识。细地工地主任去用救起来了后，身体真虚弱，救援人员赶紧把他送去花莲主治病院。仔细检查他脑部其实因为有受到撞击，有一点点的脑出血。我们也会诊了神经外科医师，那会住院观察这样子。翻头来看这件代志。马太岸溪初八因为受到风面影响，负责拖刷机械拢伫咧撤离。不一个下晡点外，溪水汹汹涨起来，互60岁细地工地主任互大水冲去，全失踪。消防局派真侪人来搜救，最后伫咧离伊车出代志的所在，水尾8.7公里，找到伊，才完成16点钟的搜救。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强调讲，伫到明仔载受到风面通过，佮有西南气流的影响，雨会落甲真大哦，都要特别注意饮水的状况。山区雨会真粗，嘛爱细入崩山，溪水涨起来。这2天南部山区的雨量预估拢恐惊是会造成灾害的指数，会落超级大水雨。今仔解发新闻，咱就请苏美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是主播，咱头拄则是已经有看到讲有一寡所在因为溪水岔漏造成意外，中南部的山区有先撤离。头拄则中昼的时阵，这高雄台南也已经有发布国家级的警报，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雷公雨的情形。不过伫咧遮，咱要甲观众朋友讲，这阵雨才刚开始尔，今仔日甲明仔载会是上介强的。这雨水会遮尔高，主要就是因为西南气流甲黄酸雨的方面，目前拢同时在影响咱台湾的天气。咱来看这西南气流这边，会当看到巴士海峡东沙岛这搭是有真高的云带伫咧遐，气流就往北甲水汽带入来。上头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南部地区。
也若是方面这边，因为是有两阵强度差不多的企业，安尼互相提来提去，就搭伫咧咱台湾的天顶，黄霜雨地继续落袂停。接落来，咱实际来看这实际雨量的预测图。咱会当看到讲，这规个台湾，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是规片红记记。这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甚至是呈现紫红色的。这就代表讲，12点钟的雨量是有机会达到150到200毫米这么多。那加上这过道的热对流，各地下晡就要注意西北雨、雷公雨这种一阵来就又搁凶又搁粗的强降雨。也若是下暗到明仔早起，这暗时啊热对流减弱，都无西北雨啊。不过西南气流甲方面幽源是伫咧遮，雨幽源会真大阵。咱会当看到这中部、北部幽源是维持红色的，南部的山区也有相款的情形，雨水幽源会增高。也若是离岛的部分，咱伫咧这画面当中保留的是这雨势上较强的偏乌地区，也有柑仔色到红色等级的雨量，都要注意安全。根据气象署的雨量预测，对今仔日下晡2点开始算24点钟，这雨量上侪是伫咧这屏东甲高雄的山区，有机会达到200至340毫米。中部以南的平地也有150至200毫米的雨量，都要到明仔载暗时，这雨势会较弱小看。所以讲，要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出门都要注意安全，溪水串流唔通去河边活动，山区土石、甘水松软，若无必要就唔通去山区。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发新闻，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感谢所味哦，这2日雨水会真高，所以民众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咱搁来关心健保署统计哦，咱台湾一冬有190万人会食爱困药啊，65岁以上的老大人就占4成哦，嘛可能会增加跋倒、骨质佮认知功能降低等风险。健保署嘛宣布讲，要来加强65岁以上老大人等3类高风险族群用药的管理。那认定讲无用药的需要，健保会拒绝给付。台湾已经行入超高龄的社会，真侪时代可能因为身体时钟的改变，伤早困、伤早起来，也是慢性病、痛等等的疾病，正到无眠。暗时拢爱食爱困药啊，才有才调困。不过医师警告，若是长时间靠爱困药啊，可能会加添跋倒、骨质、认知功能下降等等的风险。起床之后，药物的效果还积存在这个体内，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头重脚轻，这个药物不止在安眠，它会有怎么样放松肌肉的效果，所以它在站起来的时候那一瞬间，肌肉没有办法支撑好，就容易怎么样跌倒。根据健保署申报资料统计，2021到2025年期间，单年拢有190万人使用爱困药啊，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占4成。要来针对3类高风险对象加强管理，包括60岁以上的时代，常时使用3种以上长效还是低效的爱困药啊，佮有一冬来食药啊食超过半冬的人，会针对开药的医师进行专业审查，看用药敢有合理，若无就袂佮给付。看了这个案子，然后确定哪地方比较不合理的时候，才会去进行核删。第一季的话，不当用药遭到核删的人数的话，目前的话大概是不到100人。医师提，这要解决袂困这个问题，应该先找出原因，找专业的医疗资源，嘛会当甲医师讨论，敢是要调整相关的药物。那健保署是强调，唔是要当医师开爱困药啊，是要透过个案管理甲专业的评估，协助病人有正确的困眠观念，降低对药物的依赖，提升整体用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看昨暗晡伫中华园林的公民街，有民众检举一台白色轿车的驾驶赛车是戆神哦，唔那弄到奥多拜，佮目区去弄到后壁的车。警方今仔透早嘛伫园林的道路抓到这个驾驶咯，快太嘛验得讲有食毒，已经移送法办。画面中一台白色轿车先弄到头前的奥多拜，佮目库弄到后边的车，准备要驶走，行为看起来真奇怪。有热心的民众就惊发生危险，向前走动，停伫边仔一台货车的驾驶嘛，赶紧落车斗相共。这呢危险的代志，就发生伫拜一暗时，中华园林的公民街，有民众发现一台白色轿车的驾驶青顶唔行，向前关心，结果这位驾驶看起来失神，怀疑伊哪像有食毒。然后民众准备要报警的时阵，轿车驾驶竟然无顾民众走动，吹油门直接驶走。我看到那台车那个驾驶精神恍惚，然后又
打到车，撞到后面的车。然后我心想，我是不是遇到毒驾了？就直接赶快下车，试图把他拉下来。影片中我有拦截掉，就拦截他，结果拦截到开他的车门。 要顺利拉他下来的时候，没有拉住，结果被他硬踩油门，右转又被他逃脱了。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肇事的驾驶已经逃走。后来警察透过车牌掌握车主的身份，拜二透早伫婚林斗六抓到这位71年厝姓刘的嫌犯。警方锁定肇事驾驶身份，于今日9点25分，在云林县斗六市查获该肇事刘姓驾驶到案。 经唾液快筛呈依托咪子毒品阳性反应，搜索查扣试用过的烟弹壳。警方表示，这位姓刘的嫌犯经过快筛有依托咪子的缉毒反应，专案依照涉嫌公共危险罪、缉毒洗车罪嫌，移送婚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再来看检警进行半个月专案的掠夺，计共是查到1744公斤的毒品，2000外的毒品贩，有190来人被羁押。另外，伫海关查扣100外公斤的毒品的原料，是假做清洁剂，要进口来台湾。那成功是当来做100万粒的依托米子分弹，市价大约25亿。这届嘛掠到188学生佮青少年的摇头，少年学生吸毒的状况是真使人烦恼。 真侪卡塑胶桶仔内底底白粉，假如送到台湾，就互警轰炸落来。经过检测，证实是毒品的原料。做到了吗？四卡袋仔真大卡，有100公斤重，万不伊流入去市面，因会使赚超过25亿的压榨钱。检警提前接到情报，查出卖毒集团无名化学公司，假做是清洁剂化学原料，想要偷渡来台湾。查缉负责收货之潘姓共犯，并向上溯源查缉郑姓主嫌到案。若本次毒品流入市面， 预估可制成100万颗依托米子丧尸烟弹。毒品伫台湾黑白摊出食毒驾驶的乱象，致使严重的死伤，互真侪无辜的民众失去性命。尤其依托米子常常互摕去做混油，用电子粉来食。恐吓也伫校园内流通，因为跨单位展开专案查毒，半个月就掠到188位学生甲青少年来卖毒。我们的面临以下的关注重点以及挑战，在境外走私、大麻黑素以及媒体这一个隐匿交易讯息，未成年的陈少共犯、青少年电子烟毒品泛滥的议题，严重强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成为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来看历来的数据，警方查到青少年涉嫌毒品的犯罪，2003年是501人，前年是603人，去年已经超过1000人。也互高检署警示，要关注成年人甲青少年共犯的问题，要赶紧预防毒品的伤害，继续伫校园内底探。记者综合报道。 特别迄热路提醒学生就爱细腻，唔通防骗。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2日要办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临时的工作人员找人的广告，煞互诈骗集团利用。东管处嘛已经去报案，警方嘛呼吁民众会当主动向主办单位来询问，嘛唔通凊彩就提供个资。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2日特别举办第12届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艺术家当地赶工，办活动的厂商也伫官网公告要招临时的工作人员。想要到这个引人的资讯，互人改做是较悬的薪水，搭伫其他的社群网站，疑似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东管处不回讲引人的信息，再来看官方网站公告的这正确。不同就是我们上面就是工作人员的待遇都不太一样，我们也不会要求人家就是公开很多他的个资，请大家提高警觉，切勿任意采信其他管道，或者是点选不明的链接。这种假引人的资讯，去年年底歌星张惠妹登去台东的演唱会也捌发生，即马歇热要到啊，渐渐出现各种薪水真悬的做刷工的资讯，互垂头路的人真歹分辨真的假的。觉得很混乱，说这个资讯到底是正式的，还是只是一种骗人的手法？求职资讯要存疑，要确定真实性。如果要前往面试的话，尽量请亲友陪同或告知面试的地点。警方目前已经在追查假引人的信息来源，也呼吁民众引人的信息要向官方纠正，莫黑白提供个人的金融资料，才袂防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刑事局的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去年1月到4月搜查16间的银楼，抓到有725件金破烂、金手指又是仿的。虽然鉴定拢是纯金的，也毋过侵害到商标权，市场价值大约是4300万，所以嘛，防以违反商标法，甲这个银楼上班。银楼的图啊，满满拢是金条甲金仔，全部拢是名声烫国际 logo， 啊，毋过这物件拢是假的。刑事局地在大队专案小组经过几若个月搜证，伫咧去年1月到4月期间，满过秋田去全台湾16间的银楼敲揣，查到假金仔拢总725件，而且阁有75扭动，侵权的市值有要4300万。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而贩售 LV 等商标贵金属。经商标权利人便是确认为仿冒商品，共计查获银楼业者22人。刑事局追查就发现，包括宜兰、台中、彰化、高雄等等16间的银楼有涉案，应该无特定的人进货，除了伫咧实体店面摆出来互人看，嘛用网络电商来买卖，而且佮广告讲比专柜俗2成左右的价销来承人。当帮客的部分都是不特定的人在对银楼进行销售。那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有没有特定的当帮客的部分啦。刑事局就表示，这金仔虽讲是真的金仔，嘛有纯金的保证书，毋过无品牌的认证书。专案以违反商标法移送侦办。智慧财产的专家就表示，这假物件会当流通，是因为真侪银楼的业者普遍拢有错误的认知，认为讲只要是真的金仔，品牌都无算是假。那因为金饰业者，他大多数是透过非正式管道去进货，那管控的机制在实务上本来就相对薄弱。那也因为这些有品牌的金饰，会让业者他可能获利的空间更大。专家就表示，银楼的业者只要使用真出名品牌造型，就算讲无盗用 logo， 嘛是侵害商标权。业者伫咧进货时阵，就一定要细致查证商品的来源，还有合法授权的文件。民众咧买的时阵，嘛要伫咧合法的所在买，才会当确保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伫5月有一个美食岛团的员工意外死亡。今仔日欢迎开公听会，针对目前的法规伫建筑安全、消防设备、逃生的规划，甲工作人员的职业安全甲健康来进行检讨。望各位当针对发展了正紧的这款新的5路产业，来建立愈完善的管理机制。5月初10，台北市有美食逃脱的员工扮演掉头过的时阵，因为锁啊锁暗棍出意外不幸过身，这款真正是5路安全问题嘛引起社会关注。拜二，立法院有开公听会，为职业公共安全、甲人民安全三方向检讨法规。有业者讲，虽然进程拢有对政府的规定去做公共安全的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等等，不过政府伫5月初10事故了后有定性做检查，说讲业者无适用，嘛希望未来法规会当再定清楚。就是之前政府的规定去做相关的，就是公安申报或者消防的检查这样。然后可是这一次试用之后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法令的部分会造成说，就是我们同业就是他们在试用上就是有前后不一致。台北市政府伫事故以后有发布安全指引，禁止业者在作业的时孤一个人，爱有人监看。不过民团讲指引无强制力，就要中央制定标准才会当落实。有学者讲，目前中央对真正是5路产业无统一安全规范，嘛无明确管理的主管机关，地方政府就算要加强管理，嘛因为欠缺法源，嘛袂当落实稽查甲开发。还要考虑的是它的建筑规模、它设置的楼层位置等等，从我们的场域的大小，那跟我们所结合的一些建筑的类型，跟其他整栋建筑物使用的一些单位它的一个用途这边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可能可以给业者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就针对一些环境里面工作条件，它有一些相关的明文规定，但是在适用上可能有困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定一些特殊的指引，或是说相关的一个法规的排除条款。学者表示，美食逃脱是下领域的新产业，包含5路、科技等等。目前制度无提供对应的职业安全保障，建议中央政府就要建立统一标准，明确定出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通好参考，才有办法落实稽查甲执法。记者郭振勇、林孝凯台北报道。
来看东南亚外送的领导品牌 Grab， 今年3月宣布讲要收购台湾的foodpanda。今仔开记者会 ，Grab 高层是强调讲会遵守台湾的外送专法，嘛对外送员甲店家提出3大承诺。也毋过外送工会暂时发声明，表示讲反对假并购、真垄断，嘛呼吁主管机关要严格来审查。青色的车伫咧大路安尼拍走，早就是东南亚逐工拢看会到的。跨国外送的大公司 Grab 大动作伫台北召开记者会，展现想要入来台湾的决心。高层看起来嘛，真正是有准备哦。我们的3大在地承诺 ，Sorry, take me a long time to practice this. These are what they can expect when we launch in the market. The goal of a commitment is for our partners to feel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so that they can earn, live sustainably, work safely. 强调会遵守台湾的规矩，提升服务品质。毋过伫咧5月底 ，Grab 才起立位质疑，因兜的 App 竟然有出现伫台湾服务的版面，定位是咧偷走。这个并购案嘛，互真侪外送员也个店家是非常的不安。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发声明，要求公平会爱用上严格的态度来审查。我认为说，现在在台湾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是当初 Uber 想要买下 foodpanda， 但买不到，所以目前借由 Grab 去绕开台湾的监管，那重新去购买 foodpanda 去进行操作的动作。另外，外界烦恼 Grab 会甲中国华为的地图来合作，会有治安的风险，甚至造成咱国安的问题。Grab 强调已经委托台湾独立的治安顾问，确保伫台湾的营运全部符合台湾的规定，也有主管机关的要求。我们依照我们审查的规范，那当然一个结案可能有涉及到各方面问题，那我们主轴还是在竞争的部分，市场竞争的部分，造成市场竞争受到减损的这一部分，我们做审查。这并购案是还未完成，细节还阁要继续讨论。若说落来，foodpanda的外送员的权益，Grab回应伫咧转换期会互大家顺利来对接，尽量减少对外送员收入的影响。敢袂使真正化解外送员的几率，就要阁继续观察。若对着基层来讲，上界重要的嘛是饭碗敢芳的在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竞赛北极文化的总编辑胡策，2023年登去中国探亲，互公安抓起来。去年是防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有期徒刑3档。今仔有报道指出讲，胡策已经5月已经放出来了，也毋过阁有1档的附加刑期，所以阁无法度返来台湾。陆委会是表示讲，为着尊重家属，所以无要针对本案来说明。海基会是望讲胡策会当早一日返来台湾。2023年登去中国探亲，互掠去的北极文化总编辑布查李延和2025犯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3档，8大政治权利1档。今年中共2会期间，佮家列做顶地台岛的具体案例来宣传。平面媒体报道，布查已经伫今年5月出狱，不过因为1档的附加刑，互中共当局限制出境，共款无法度返来台湾。公开把它当成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作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所犯何刑，他的证据、法庭答辩的资讯，外界无从得知。陆委会回应，为着要尊重家属意见，唔对本案进行说明。若海基会是表示，期待布查会当早日返来台湾，后续会以家属意愿甲需求，随时提供必要协助。复查还有中国的户籍，中国政府如果把他当作中国公民的话，那他就变成中国的政治犯。目前我们知道很多政治犯的例子都是长期被边控，没有办法离开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讲，你可以公开对外发言，他也会把它当作你在行使政治权利。软禁很多出狱的政治犯，他就用附加刑当作理由，附加刑执行完毕，他又把你边控。同款捌互中国关押5档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烦恼，就算附加刑执行煞，有中国户籍的布查可能也是无法度离境。呼吁各界应该继续关注布查案，莫因为中共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甲人权的做法，就叫点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菲律宾南部的敏达纳尔岛昨早起发生规模7.8大地震。最新的消息是指出讲，已经有37个人死亡，130外人受伤，阁有12个人失踪哦。因为有真侪厝倒去，目前嘛阁继续在抢救。联合国表示讲，随时会来协助。
伫晋阳附近松托市将军市一间连锁的素食店，规个拢总海了了，边仔已经大布棚，对天顶看落会使看到规个厝顶拢总立落。若其他所在的厝嘛拢酸长甲真严重。菲律宾南部闽丹南五岛车背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松托市将军市灾情真惨重，真侪学校、商场抑个徛家拢酸长一个真正咱嘛失电。若当地民众讲，虽然菲律宾定定咧地震，也毋过西目洲毋捌看过遮食力的。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地震过了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记录到的地震尾超过180摆。当地政府呼吁民众爱离开受损的建筑物。若车背暗时，真侪民众拢爱困伫咧大路边。Naisipan namin mag-tent dito sa Opal dahil sa mahirap po doon sa boarding house, then mainit, then delikado po doon.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因为一寡所在搁停电，所以松托市将军市的救援人员敢会使伫咧暗烁烁的天，继续用重机区来清遮的厝下角角，继续甲受困的民众甲吹出来。另外一个重灾区沙兰加尼省的山区，地震过了后崩山，真侪徛家拢去土石甲墙去待伫咧下底，造成重大的伤亡。菲律宾的政府就动用消防，抑个地方灾害应变单位，甲军队组成搜救队，赶紧落去敲吹。若是菲律宾教育部表示，初步统计有6200多栋的校舍受到损断，受到影响的学生差不多320万位，真侪学校即马嘛爱停课做安全检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今年的世界杯卡球赛哦，连面特别伫美国、加拿大、甲墨西哥举行，也毋过即届的争议是袂少哦。除了门票上过贵，地缘政治嘛是大问题。移动的代表队就因为签证的问题哦，训练基地是设伫墨西哥，教练团甲行政人员到达阁无法度入境美国。移动的卡球协会嘛指控美国政治干预。伊朗国家卡球队伫咧因在地时间初7到墨西哥蒂华都展开2026年世界杯备战。不过目前有真侪重要的教练团，还有行政成员无摕到美国的签证，包括领队、执行总监等人。سلام خدمت شما. اول از هر چیز خیلی خوشحال هستیم که بالاخره تیم اومد و از این بابت خب خیلی خوشحالیم. خدا رو شکر شرایط تیممون هم خیلی خوبه و خب因为签证甲入境限制问题，伊朗队甲训练基地改去墨西哥。根据目前的安排，伊朗3场小组赛拢伫咧美国进行。不过球队必须伫咧比赛迄天飞去美国，比赛了后才搁倒转去墨西哥。伊朗官方就批评美国无依照规定核发部分的签证，已经影响球队的比赛。伊朗外交部佮讲，这可能是历史当中上互人政治化的世界杯之一。红分伫咧居住的伊朗、甲纽西兰、埃及、比利时共组，头一个比赛是伫6月15伫洛杉矶和纽西兰相战，这是伊朗第6摆进入世界杯决赛。不过到今还无突破小组赛，场外风波敢会影响到战力，嘛互人真关心。另外一方面，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初八伫咧墨西哥市举行授旗典礼，甲国旗交予国家队，以鼓励球员以国家的荣誉为重，而且毋望球队会当阁重现1986年主办世界杯弄入去8强的好成绩。墨西哥队嘛伫咧6月11和南非相战，为着要互抢无也是无够钱买决赛门票的市民会当斗阵参与。美国纽约市长嘛宣布要伫咧纽约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看比赛 party， 会当钱5万的球迷，其中2项名额要保留予非营利组织，也是纽约市的志工。这摆世界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公共卫生。预计会超过650万的球迷为100外个国家来北美看比赛。乔治城大学健康安全作战中心已经成立团队，利用废水监测、电子病历，还有社群媒体资料，追踪潜在疫情的发展。专家嘛特别关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最近出票病例有增加，还有可能对旅客传入来天狗热、甲屈公病等等蚊仔造成的疾病。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来看法国有一个11岁囡仔去互同学老爸性侵害死亡，警方接到通报，也毋过拢讲证据不足，引起社会真大的不满哦。都有几啊千个民众上街头去抗议，要求司法部长就爱针对全国7万件类似的案件，拢爱彻底调查。
法国11岁查某囡仔莉安娜，互同学的老爸性侵遇害，尸体互人等伫个郊区的米仓，引起法国的民怨。车被大批民众去到巴黎街仔头，用拍破案的方式消除因心中对司法制度的不满，也佫有对逝世安全的烦恼。Le monde y tourne un peu à l'envers, quoi. Donc voilà, on est là pour soutenir la famille de la petite Liana. Moi, ma fille, elle a le même âge, donc ça fait hyper mal au cœur. 示威的群众当中，有人甲标记举悬悬，讲司法甲国家拢是共犯，批评法国的司法体系完全失灵去。遇害的11岁查某囡仔莉安娜，5月29失踪去，遗体6月7日伫个弗洛朗斯一搭废弃的米仓，互人发现。嫌犯是莉安娜同学41岁的老爸，莫有4届针对未成年的性侵的投诉，也毋过警方拢以证据无够做理由，无对伊进行调查，落尾地输这站悲剧发生。Qui sont violées chaque année. Il y a plus de 100 000 femmes qui sont victimes majeures, qui sont victimes de viol. Il y a une femme qui est tuée tous les 3 jours. Donc en fait, on ne supporte plus l'idée que d'autres choses passent avant. En fait, il n'y a rien qui devrait passer avant le fait de régler ce problème. 这个案件已经让法国总统马克宏注意到，马克宏坦白讲，这是司法体制严重错误，完全无通去接受，民怨愈来愈严重。法国司法部车被宣布，伫今年法国国庆日7月14日之前，必须要对全国7万件类似的案件完成审查。Y a-t-il d'autres affaires Liana en France? C'est la question qu'on peut légitimement tous se poser et que je demande aux procureurs généraux, aux procureurs de se poser. 法国司法部长达马兰承诺相关涉及的人员会进行处分，15天内必须要完成调查报告。根据统计，伫法国未成年人占性暴力受害者的58%。法国平均每10万个人才分到3个检察官，也显示司法卡手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因为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东流线今仔早起佫有一帮往来小琉球的交通船也毋过佫来要等到拜四咯，所以有真侪游客佮民众拢抢要坐。另外，即马是一支稻仔当要收烦恼讲大水雨影响着收成，台南的农民前2天就咧抢收咯，嘛送台砍数，所以在稻仔要来交的车是踢甲贵咯。菜市红搬落车，佮搬去交通船，因为无坐到这帮船，就要等到11。受到黄山雨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的东流线民间经营的船，初到早全部停止航行。敢若联合经营的交通船，初到透早7点外，往回分别有一帮船。有台北游客甲居民透早赴这唯一一帮到小琉球的船。本身就住在岛上，台湾也没有其他的住宿的地方。因为毕竟什么都定了，然后也没办法退，然后感觉至少能过去，先以能过去为主。海上歹，互交通船开甲无啥济，天气无稳定，加上停止航行，地区出去佚佗的计划爱冻点，真侪游客方便咧提前结束行程，回去本岛。本来是打算10号的下午回来，然后现在就是今天早上7点就起来就出来了。全台湾一直拼大雨，屏东发布大雨甲大水雨特报，台南也发布大雨特报。即马当时早当稻仔咧收成的高峰期，有真侪农民伫顶礼拜4啊，就赶紧抢收。不过也因为安尼，地区农会佮民间的米厂大塞车。昨天下午一直要请大板车、货车来载货到中部、北部，可是我怎么叫都叫不到货车来帮我载货。吃太饱，干燥不够快啊，你就会变成大家都能排队啊。然后全台湾这次一起动工的话，你就会有板车拖不动的问题啊。货车搁伫米厂外口透明排队等待交车啊。根据了解，因为今年冬季欠雨，加上润季效应，地区全地稻仔伫差不多的时间爱收成，互各地大设想农民满载。不过为着避免大雨，地区稻仔倒去烂去，农民也艰难会当继续抢收，希望甲因辛苦的成果收掉咧。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婚林的蛤蟆因为落大雨，水质改变，造成真侪蛤蟆死去。这几天又搁开始落大雨，渔民一天拢验几啊届的水质来调整咸度。另外嘛已经有真侪菜拢浸水，嘛拢烂去咯，所以是真恶收。农民是真无奈，讲收偌济算偌济。大水雨落2-3天，婚林大势勇士河赶紧去蛤蟆窟船，因为大雨过了后，规个水去冲甲正去，就要赶紧对大排引海水入来，才袂互这蛤蟆死去。袂少勇士河嘛烦恼，雨若一直落，这蛤蟆恐惊就要翘去。落就正落，特别正多落来落啊，本来拢要2度了啊，落2-3天雨了，就正多落来了。落济，你嘛落济就到，落济到期都无蛤蟆好了。
大西勇士河表示，这几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因上界烦恼的就是雨落超过1礼拜，因为附近的海水嘛对咧变正，这水质拢会受到影响，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啊，若雨落几啊天，连咧种菜的人要收成，拢艰苦坐挂。落雨落已经规个土拢淡啊，所以讲倒去啊，啊，佫有安地网嘛是共款佫倒啊，啊倒的时阵，因为伊南风透嘛，啊怎啊种雨佫土壤佫淡，啊落雨一直落，啊怎啊二倒去。啊，你都已经变成歹采收，啊，内底嗰种水。注意田区的排水，如果有积水不退的话，有可能对我们农作有些损害。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因应这波的梅仔雨，就呼吁农民爱做好园区，也有勇士的管理。啊，即马土豆就开始要慢啦，农业处嘛甲业者做伙协调看守的机器，也有用大机电风来吹，避免黄霜雨对种土豆的人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哦，最近有店家因为无杀白鱼通卖，嘛已经休困5天了，鱼都即马嘛起价。渔会是表示讲，因为最近哦是惊鱼电强升，饲杀白鱼的数量有减少，佮加上天灾佮欠水哦，所以杀白鱼才会起价。也毋过渔会嘛讲，7月中会应该地当较正常咯。落雨天来食一碗烧火火的鱼肚汤，台南人上爱食这味。不过，安南区真有名的点心店林家百寿饭，历前煞因为买无杀白鱼，就安尼归去休困5天。消息一出来，有侪民众认为这是台南的国安危机。店家找到总算恢复营业，嘛有人排队等要买，会当看出杀白鱼伫台南人心中的地位。事实上，鱼贩啊无奈讲，整体的供货量减3成。听因讲是鱼仔起价，啊，佮加上鱼仔少，啊。所以因无法度抬嘛，因为鱼仔少自然就变价钱较悬，啊，因若无爱起到，咱才会价钱话，因干那就是人休1晚无抬，啊，所以我变成我无鱼仔会当卖。再继续涨的话，我们也只好要调整一下，因为真的是撑不住啊。到底为什么会欠鱼啊？台南市区渔会指出，除了季节性的欠货以外，养殖环境改变嘛是关键。这几冬受到鱼电强升的影响，鱼温啊放养的密度减真济。维稳组改去饲南洋台啊，去年风台造成灾损复原慢，佮加上今年到达欠水，鱼灾大袂起来。因为这打击产地绩效对去年达台斤50块，起价75至78块。全球货源短缺，然后再加上那个旗鼓那边大面积的种植光电，所以很多养殖的数量变成减少很多。台湾鲷你放养比较多，虱目鱼就变成有的池子就放的比较少，所以今年就是造成虱目鱼就会比较短缺，又加上今年雨水比较短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会造成空窗期。这个鱼仔危机是养殖结构调整、极端气候和养殖面积缩减才安尼生。有业者讲，这阵真杀白鱼肚一片卖到100几块已经真正常，那伙食较好的甚至爱90块以上。渔会讲近来落雨，加上过冬和开春的杀白鱼，通豆豆变大只，按算7月供应量通回稳，市场绩效得当平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屏东的九如乡高屏溪爆发农作物落雨山猪吞打，公所顶礼拜开放农民申请山猪钓，这2天哦就掠到2只山猪咯。农民嘛希望讲有哪人会当斗相共来掠山猪。相片内底一只山猪徛伫田边，虽然较气候蚊仔狗咧，因为山猪佫会叮当，惊有攻击性，农民唔敢挖近。另一只嘛是较气候残忍的阿公锁仔狗着，趴伫土林滚架。屏东这2日连续的大雨，地处田林拢烂土霉，结果想袂到山猪走入去田林，想要找食的，达到农民的设备，意外掠到2只山猪。对铁丝线勾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工人经过。他就抓回去了。下雨天哦，他们还会再来。觅食啊！这内底有水，伊在行就会落落啊。它重量有的话，伊就会落落去内底，爬袂起来，爬袂起来，你有看底下？伫咧较困的迄个所在。乡长接到通报，随到现场协助农民处理山猪，因为九如乡高屏溪坡岸边的农地作物已经受到山猪迫害几啊年，问题愈来愈严重。乡公所通报县府，先提供农民申请山猪钓，阁会有4位老人加入斗猎，但是因为山猪数量袂少，农民拢希望县府会使阁投入更较侪资源，互因的钓啊桥啊顺利收成。因讲他们发现，农民发现讲差不多有3堆啦。有3堆的，迄个带队，然后一堆拢20-30只，因为已经拢一直繁殖下来了啦。
另外，受到地流方面影响，屏东关山区也开始做预防性撤离。阮州乡北以岸撤离70位居民，61人接受安置，9人移亲。北宜山区北乡镇是停班停课，避免山区民众发生危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70岁老大人5月开始就要体检上课，才会当换驾照。南投监理站为着要方便时段，唔免走总所以到各乡镇去提供服务是真大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法新制，自5月底开始，原底75岁才要定期换驾照的规定，修改到70岁就开始下用。有时段收到换照通知单，专工来换照。另外，为着体贴时段，唔免远道走总。南投监理站嘛办几啊场到各乡镇的一站式的服务，互时段咧体检做煞了后，直接听课啊来就当换驾照，很方便。好，一站就不用到要跑医院检查，要跑什么？我觉得这样是很便民。做视力、听力的检查，然后再加上身体健康，确定没有重大疾病，那这个是70岁之后呢，驾照能够继续使用的一个关键。监理站的工作人员嘛无用咧处理批示，这拢是爱通知70岁以上的驾驶人来换驾照的通知单。新的制度70岁的长辈就要来换照。咱长辈唔免紧张只要收到咱监理站的通知，1-2年内来换照就好啊。若超过这2年会罚1800到3600。南投监理站表示，这几年交通规则佮车路设计有真侪变化，时代来上课会当了解上新的交通安全知识，避免违规。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因为中东战争国际油价是大起，交通部即马是搁延长公路客运、航空等大众运输的票价，6个月内是袂当起价。另外，客运车油的补助嘛，搁再增加9000块，一台车上最当补助15000块。中东的局势继续冲击国际油价，交通部推动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包括公路客运，也有国内船只、甲国内航空这的大众运输的票价，当起对3个月延长到6个月。另外，亲像计程车，也就是海亚，这油价的补助对每一只上悬6000块，提高到15000块。计程车油价补助要从6000加码到15000，怎么看？是最好啊，当然有影响啊，那最好啊。因为有一寡海亚运将着怨叹即卖油伤过贵，影响到因的收入。肯定政府愿意提悬补贴。若海亚油价补贴方案是维持每一日会使补助5块，申请的期限就到8月30日。若补助的额度是会使一直使用到今年底。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对于所有的公共运具的部分都有做这个协助跟补贴的这个动作，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年底指挥完毕，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换算的话，一天一个司机必须开有200公里。这个运价调整是因应这个时事跟现在物价波动的调整，那不应该绑架在这个补助上面。这个驾驶团体虽然肯定提悬补助，毋过嘛烦恼，政府敢若甲海亚斗3天，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亲像游览车、货运车，还是其他租车等等行业的倒单，强调合理调整运价是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一份上新的调查显示，讲高中小学生若拄到困难，有超过6成去找 AI 参详。有校长是认为讲，目前政府正积极要培养 AI 的人才也毋过，毋但爱教学生安怎使用 AI， 愈重要的是安怎正确来运用 AI， 嘛应该爱知影讲 AI 嘛有可能会提供错误的资讯。即马 AI 正咧快速发展，生活上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受到 AI 影响。新竹天下有针对各小甲各中的学生去做学习甲生活的调查，发现学生感觉拄着困难，佮无人通斗3工。有即款感受的，自去年的6%到今年已经增加到23%。若心情无好，学习无顺利，敢若4成各中小学生会找老师，有6成会找 AI。当你心情不好或是有秘密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当然，第一个
值得庆幸的就是有差不多1/3的还是会先去找朋友啦，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然后第2名其实到今年就是没有人，我就要自己来消化这样子。那但是我们看到 AI 啊也跃升到有5%，还超过爸。调查连续3年追踪，嘛发现学生感觉压力大的状况嘛变愈多，有47%的学生感觉压力真大，有43%无敢意去学校上课。有校长表示，虽然这个结果甲伊伫教育现场甲囡仔互动的感受有真差，不过也会当理解，亲像学生对家己的面容有焦虑，也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确实甲 AI 讲会互囡仔感觉较安全、较无负担。确实是一个警讯，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然后立即回馈，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他又有隐蔽性，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也那心理师也指出，临床的经验也发现，囡仔逃避上课，甲伤害家己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甲人际问题真有关系。调查团体认为，学校老师是学生伫 AI 时代会当经营真实关系的存在，嘛呼吁教育部除了推广 AI， 嘛要让学生会当伫真实世界会晓处理人际关系。记者郭友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市有一间国小的英语老师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有家长就去甲学校反映，落尾这老师阁互家长检举霸凌哦。有团体伫网络烧天，认为讲这老师是因为使用母语才互针对，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尊重老师的教学专业，两件代志是无关系。嘉义市一间国小英语老师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学校的教务主任接到家长的询问了后，原本是希望老师提出说明，让学校会当向家长来回复，却引起老师的反弹，认为学校打用母语来教学。我想要了解，所以我有请教老师，讲你上英语课时用啥方式来教，我无讲莫讲台语这件代志，我是了解了，甲要回复家长。代志也未解说清楚。同一位老师阁去互家长向市政府教育处检举有霸凌学生的代志，教育转型正义联盟的调职人就伫面册来发文，质疑老师是因为用母语辅助教学才去互针对，这敢是校园白色恐怖？不过学校是表示尊重老师的专业，两件代志并无关联。第一就是家长无了解老师安怎用台语来做教学，第二点就是讲，咱和老师沟通当中，可能互老师误解学校的想法。咱学校要用啥物语言去教咱拢真自由，所以无一款讲，上课一定要用他种语言来教。学校指出，霸凌的事件一直有协助家长甲老师好好沟通，但是最后家长也是向教育处来投诉，所以才会配合定时召开校园事件处理会议。嘉义市教育处嘛回应，会了解家长投诉的内容，配合学校审议的结果，才法定定时来办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报报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
了。